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0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标着市早日有一个姓林的左人赛车，向向两个查甫压去，根据警方初步了解是叫嚣引起纠纷。新北三重埔第一高架桥透早有连结仔在钢骨落落，喊破护栏隔着下骹两台车，目前是单向通车。卫福部推动阿东病院带头，启动便利线顶申请平台，免出门就当申请便利。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重大公安意外。中华鹿港中滨工业区内底海量离化风电场工程，今日早起10点外是发生公安意外。这工地现场那像是消防咧用的 CO2 更干啊气体流出来，上无有14个工人已经送病院，其中有3个人已经乌卡。加在经过抢救是已经恢复生命现象，这详细的事故原因也在调查。当日施工的中华海量离化风电厂的降压站，今仔日顶晡10点左右发生公安意外。工地现场疑似消防用的 CO2 更版的气体流射，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3台消防车、13台救护车、32名消防人员前往抢救。经了解之后，疑似是安装那个 CO2 灭火设备的一个系统的过程当中，不慎造成一个外泄，然后现场总共那个。伤者上面患者总共有10位。中华县消防局表示，这件意外计共造成14个人轻重伤，有5个人昏迷，其中3个人到病院进前得乌卡，分别送去秀团病院、基督教病院甲五车东综合病院急救。本院接受3名的伤患的哈，第1名是58岁男性，是最严重哦，到院时候是没有心跳。那另外2名是24岁男性哈，一个是到院的时候意识不清，已经呼吸衰竭，目前也插管。加在经过急救，目前3位乌卡伤者已经恢复生命现象，也那详细事故原因甲相关的责任，目前也搁咧调查厘清。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因那今日早起，新北市三重埔第一高架桥就塌车塌到变过，因为这透早是有载钢骨的连结啊，后斗的钢骨向落落，喊破护栏了后落落下骹的车路，2台轿车去互撼到，加在无人受伤。这警方初步调查，这个驾驶是无食酒，不过车顶载回收万外公斤，佮别无好势，是已经依法甲开发。目前这高架桥是先开放单向通车，不过若是要全面修理好势，恐惊就要2个月。上班的时阵，人车来来去去，为民正顶悬向有烟尘，更紧拖招暗土角，无有警为顶悬落来，一路为桥顶大面积共向下骹的平面车道，场面是真危险。忠孝桥整个砸了，高架桥护栏大范围动灯，更紧结果外路，桥骹2个车是密密麻麻，掉水就是车顶这连结车。你弄住迄个嘛，啊，光住就落来啊！要弄迄个，然后会白个咧，你给他插个啦。这重大交通事故伫20透早伫6点，这34岁姓洪连结车驾驶载运大型钢牛要去大埔双子星工地，驶到第一高架，钢牛向落落去，搁冲破护栏，落落下骹的路面。现场是一片的混乱，中孝桥三重埔往大埔方向全线封起来。迄时阵上班尖峰时间，也互交通大拍夹。伫车袂顶袂当情形之下，也有人塞车，直接伫桥顶袂扎断。本案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之2及30条规定举发外，肇事驾驶也将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警方调查肇事驾驶无酒后驶车，暗过超载运送钢牛总重量超标1万多公斤，也无照规定绑好，敢若是红单都连食2张。即马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嫌将人移送警办。桥面板受损，还有一些附属结构受损哦。那主要的结构目前看起来是
没有受到损失哦。那目前我们初估大概整个修复的时间是2个月。我们一定会追究造成重大工人事件业者的责任。钢构梁为什么会掉下来？造成了破损，也造成地面下有2部轿车受到严重的伤害。涉案的驾驶无出借大户，护球受损严重。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追究业者责任，不过新北甲目标表示，目前已经开放，估计多线通行要全面开放，并告修复期要用2个月。记者综合报道。台中道庭心私立幼儿园开设受教保员苦毒囡仔的事件，教育局查落确认是事实。而且除了去互家长指控教保员，怀疑有另外6个人冇牵涉苦毒囡仔。这间幼儿园已经去互市府下令，对9月初1开始停办1年。而且这幼儿园的名，也有负责人的名册，拢已经甲公布出来。幼儿家长伫咧校园内聚集，台中市乌日区道丁森私立幼儿园教保员不当对待幼生案，教育局19号宣布确认教保员的犯行，认定园方无善尽督导的责任，损害幼生权益情节重大，勒令园方9月1号起停办1年，而且依法公告其个名称甲负责人姓名。部分家长是表达不满，认为时间敢剩无到2礼拜，完全唔知影囡仔的后一步要去对。就只有1周半的时间。而且小朋友其实，在幼小班这个大家长都知道，他们在转换的过程中已经好不容易适应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真的有严重到需要去停办，还是说它其实有一些配套的方案？这是蒙特梭利的方式，并不是一般传统式的教学。好，那他们要去适应，就是到别的学校去的时候，到底能不能适应？有没有想过这些家长的感受？他们到现在8月底、9月初，你让他们去找学校。教育局表示，这名教保员手摕着菱骨卡囡仔的头甲脚趾柄，拖行囡仔的身体，饲头食饭，关变锁定行为经过调查事实，裁罚24万，而且管制4年，袂当伫咧教保单位任职。后来经过查访100多名家长，调阅监视器了，还佫发现有6名教保员疑似不当对待幼生，目前也佫伫咧审议认定当中。林本基金会是认为，幼生案底是大问题，教育局应该召开说明会。教育局应该要尽快的召开一个说明会，把这一个幼儿园的家长全部召集起来，然后好好的说明接下来教育局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幼生的安置问题，教育局组成专案小组，并提供专案电话，会全力提供安置转介服务，也会主动联系在园的幼生家长。了解家长安置需求。台中市府强调，目前在园的幼生有84人，已经提供专案电话，全力协助转介服务。20号开始会以敲电话向家长说明，若是园方也有其他教保员涉案确认事实，会有撤销的处分。记者台中报道。镜头换来看标力，标力市早日有一个姓林的组人咧赛车，向互2个查甫压起另外1台车带去。这家属总是甲警方报案，这个姓林的组人总伫咧家己去互放出来。根据警方初步了解，是叫嚣引起纠纷。这个林姓女子当要去开车，后壁出现2只轿仔，将伊的路挡掉的。随即出现2个穿乌衫的男子，硬将这个女子为驾驶座救落来，拖入去后壁的轿仔内底。18号下晡2点左右，苗栗市新东街发生同街别人的事件，家属隔了1天才向警方报案，警方的专案小组巡线，嘛逮捕4个嫌犯。那我认为警方有非法逮捕你、拘捕你，可以申请庭审。有手上吗？警方伫新北市的树林以及台北市的大安区逮捕了4个犯嫌，其中涉嫌压人的是李姓甲高姓男子，拢被带回警察局来侦讯。至于这个被害人是被拘禁伫家己的一间饭店，伊自由了后，家己叫了计程车来倒转苗栗。我们是载到客人，客人才会讲啊。客人说要回苗栗，他跟我说要回去苗栗公馆啊。就下交流道的时候，警方看到我的车下来。他就跟我车后面，然后就拦我车。警方初步了解，嫌犯当时分别开着一只挂着假车牌的轿仔，以及另外1只组内车辆，早就停伫林姓女子的车辆边仔伫等待，真明显是有没犯案。至于林姓女子的翁婿是工程包商，不过疑似是因为林姓女子涉嫌着网络签赌，甲小组有债务的纠纷。被害人因与犯嫌已有签赌非法金钱纠纷，将人强行带走后，再往嘉义地区藏匿，见警方陆续拘获犯嫌后，才将被害人释放。
警方表示，目前国内共犯伫走，当伫追捕当中，而目前抓到4个嫌犯，以及妨害自由、伤害以及窃盗等罪嫌，来移送苗栗地检署来侦办。记者苗栗综合报道。大海局势紧张，咱国军加强训练。透早一个屏东九平基地操演海空精准飞弹试射，派出爱国者2型、天警3型来查这敌军的战机入侵。咱做伙来看。伫透早一声正大响，爱国者2型防空飞弹直接飞去天顶，将日机混燃。沿着炸动的路线，直接射着目标。飞机拖放标牌，交予爱丽飞弹，正伫接近的停驶，射关30公里，射程差不多160公里。负责执行中关高山防护任务，上列雷达接纳敌方飞弹的情资，所属距离上远会达到252公里，同时追踪100个目标，用水平浪击将目标炸落。爱国者他系统本身的电脑解算，以最优越的接战成功率。选择发射架。中空医生产各作的天宫3型防空飞弹，也是空军的防空主力，射关45公里，射程200公里，会当炸定翼机、巡弋飞弹、反辐射飞弹，也有随时发射的能力，会当执行全方位的炸动任务。那这一次因为讲求实战化，那部队于单位连长收令后，即执行机动作战命令。海军飞弹顺航舰班超军舰，一日高峰基地外海发射标准1型防空飞弹，射到北标。国军主要注重伫咧去中心化指管，指挥权放予连长，由单位独立作战。以状况诱导的方式来做一个击杀链接战程序的一个演练。另外也传讲，这边有发射上升飞弹，射程1000多公里的极机密的飞弹，不过国军并无证实。因为国军这边射飞弹，中军就派中共的电子侦察舰出现伫咱外海。敌方所采取的各种侦查或者是侦测的措施，我们也有我们的反侦测的手段。记者综合报道。这诈骗的手出头是800款，即阵佫结合 AI， 互民众实在是真歹有防。去年咱台湾人向诈骗的金额就累积到88亿外。总统赖清德今日参加防诈骗的论坛，就提出5项作为，包含扫污、下部会、下国，也有民间单位合作等等。我不相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信奉的是邪绝对不能够胜正。我们站在人民的一方，我们一定可以得到胜利。赖总统认为讲，这诈骗是社会上界大的问题，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甲社会安定。而且这诈骗拢是规旁咧犯案，所以讲政府嘛应该成立指挥中心，甲各部会分工合作，而且嘛要甲民间，亲就是电信业者、电商，也有网络游戏的业者来合作，才会当彻底阻挡诈骗。去年的8月20日，凯道有一场大游行，诉求是处理过路人的地价，让每一个过路人拢会当平安回去厝。不过，这阵已经过1年啊，当初司法去活动的团体是认为讲，这死亡的状况犹原无减少，望这交通部长活人了后，会当重视这个问题。去年8月20日，超过25000人行起凯道。游行队伍化2030年过路人死亡减半，2040年过路人死亡归零的诉求。过1年，行政团体来检视，因为过去1年，无论伫过路人设施、教训教育、甲交通执法3个层面顶悬，拢有真侪无够的所在。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数据也无降低。今年1到5月的行人死亡数是16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年，其中9%是遭到汽车的碰撞。联名指出，游行过后虽然爱立法院回应催生出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不过后相线通过违罪无受检举等政策修正，批评中央对法规态度是无确定，而且道安全性散落伫各机关，点名行政院无改革决心，交通部也无落实执行的责任。行政院长不论要任命哪一位新的交通部长，都应该去 follow 我们过去820当天许下的承诺。我们也会请县市来加强工程的部分，还有去检讨道路的一个设施规划是不是合理，然后也会请他们加强执法的部分。对民间团体提出
交通安全国是会议诉求，交通部回应伫相关政策研究甲讨论顶悬，拢会看议题，邀请相关团体对过路人交通死亡数据无降低反倒带成员会继续宣导，佮邀请地方政府盘点风险路口继续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台东地区的农会甲农民客做的有机芳米，今年是得到全国的金质奖。不过有一间收购米的厂商，因的包装是有用一寡鸟啊、鱼啊，也佮有低本湿地多样。不过生态工作者就认为讲，这种米的地点嘛无伫咧低本，而且迄寡动物嘛毋是同步完成种的，恐惊引起误会。这包顶悬印有机生态米的正面包装，有印一只保育鸟仔体鸡，后壁的图还有一尾生长伫咧西部，属东部外来种的台湾石饼仔，搁一只石青仔，用来强调讲这个米是有绿色保育的有机米。但是生态保育工作者认为讲，包装顶悬有外来的物种，有可能会造成消费者对产区生态误解。台湾石冰跟千丝水螣这两种物种其实都不是湿地类型会出现的物种了，而且台湾石冰是东部的外来种。那这样提供出去给消费者以生态为名的一包米，其实是不够正确性跟知识性。因为这个有机米今年才得到全国精选米芳米做的金质奖，是台东地区的农会伫低本地区含农民客族种25公顷，得到有机认证含绿色保育认证。台东地区的农会强调讲，稻仔的生产是无问题，是得奖了后有一间厂商来收购。伫包装顶悬设计这图含文字刻码，毋是以台东地区农会名义刻码，会建议厂商改掉。产品这个行销部分是由他们负责。我们是负责在生产部分，那我们自己的包装的部分，当然我们就自己会很严格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规划去设计。东部的生态有机米定予西部其他的厂商收购，伫包装顶悬加各种图含文字的故事来请消费者买。生态工作者表示讲，未来政府有可能爱定相关规定，严格来要求这种宣传应该符合实际生产的状况，才袂互消费者误解。记者综合报道。咱头拄则看到台东的有机米，是因为包装引起争议。即阵市面上嘛有真侪农产品，拢广告讲家己是有机的。不过这有机的定义到底是啥？敢是无处农药都有准算，也是讲有带其他条件？而且即阵除了有机，阁有一项标示是友善环境政策，因之间到底对位无共？咱请有心解说互大家听。是主播市面咧卖化工有机，敢真正是有机？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讲是有机？咱做来看，伫咧台湾有机农产品这个名词是受法律规范的国家标准。法律上对有机农业有定义哦，包括讲伫咧农作、伫咧森林、伫咧水产、伫咧畜牧这四大农产品咧生产的时啊，就要符合生态平衡，就要符合养分循环这两大原则。也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基因改造是拢总袂当使用，有符合这条件，就会当讲是公益的有机农业。不过，并唔是法律规定的有机农产品。要来做有机农产品，就要通过验证，对今开始的生产、加工、包装、流通这规个过程，拢要按照政府定的规范，敢若会当用政府公告的物质，袂当有基因改造，袂当有化学农药，袂当有化学肥料，袂当有动物药啊，也是讲其他化学品拢总唔通。所以来爱经过合格验证机构去验证，即马全台湾就敢若7间。全国认证基金会伊有摕到农业部许可，摕去审查有过，不过毋是讲通过就好，通过了后，佮会逐年去检验，差不多2档至3档的转型期，2档至3档的转型期结束了后，才会当讲是有机农产品。农产品的原产地就要是台湾，才会当打一个标章。也这个标章就是有机农产品，有带有机农产品的包装，若爱标示有机，嘛一定爱注明证书利号，安尼才是正讲。准讲农民伊的政策啊，有符合头前咱讲的这个有机农业的条件。不过呢，伊无送去检验，无送去验证，是加入推广团体来做这个友善环境政策，安尼都袂当讲是有机。无验证是做这个友善政策，也是讲。
有验证有合格。不过呢，也伫咧2档至3档的转型期当中，这2种啊，拢袂当用有机的名去卖农产品，嘛袂当使用有机农产品的这个标准。所以观众朋友，若是想要买有机农产品，一定爱甲标准认好明，有写有机，也嘛有这个证书字号，才是有保障。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甲时间交档由主播。农业判煞，咱换来看蚵仔甲蛤蟆的状况。今个月凯比风台扫地完，这蚵仔甲蛤蟆的灾情嘛真严重，减产大约2成。这后个月中秋节就要到啊，真济民众厝邻烘肉一定会传这2项好料的。不过这预计计销是起1成左右。海产店的员工摕着太啊过滤粉叶啊，上大小分出来。不过已经过滤过，有的细粒的粉叶啊，拢已经死亡。搁加甲气温边啊，凊彩一好，嘛是有的拢是空的，会造成这款的状况。主要就是近期的凯米洪台影响，雨落伤济造成。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海水养殖，所以它雨水下的太多，淡化太严重，所以都会造成一些暴毙的死亡。这边应该死亡率应该都超过5-6成以上。台南粉叶的产地价原本1台斤60块，因为受损的状况，估计会飙价1台斤90块。而除了粉叶之外，台湾中南部的蚵仔嘛损失惨重，减产大约2成。目前蚵仔大壳1台斤60块，无大壳1台斤180块。到中秋嘛有可能会起价起1成左右。一些鹅棚都被就是海浪吹走嘛，那个蚵仔的产量本来就比往年少，然后又加上台风的原因，我觉得可能稍微会调涨啊。中秋节之前的前几天，那个蛤蟆跟蚵仔的价格，如果太贵的话，可能就少买一点。那目前公所已完成受理遗损的一个申报，那目前在进行现勘中。后个月就是中秋节，不少民众是大家会聚集来蛤蟆、蚵仔甲粉叶仔需求量大增。对此，农业部是表示，马祖甲澎湖都有养殖粉叶仔甲蚵仔，会尽量调度满足个人的需求。记者政府林伟定台南嘉义报道。自从咱的政府推出新青安贷款了后，这房市就哪来哪热。为着化解这款情形，永行的总裁杨金龙是对顶礼拜开始，找银行的高层、贷款业者，也有中小型民营银行来参详，是要推出不动产减杠令，也就是讲，这银行爱减少不动产贷款的放款金额。洪城公司要求这银行伫咧8月底之前，就爱提出改善计划。也若是讲这后个月，敢会阁提出新一波的房市管制措施？永行是回应讲，也在讨论当中。想要买厝人爱注意咯，考虑到不动产交易市场伤过热，永行总裁杨金良伫这份约谈各银行的总经理，同讲是要求各银行爱全面减降不动产的放款总量。去了解一下，就是现行行库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个做法，那他们的一些经营策略等等，所以我们目前大致上都是在做一些意见上的一个交换。由央行所提出的不动产减杠令，提选的标准是自2020年年底到今年6月底，针对建商的用资加买厝贷款成长的，也若央行关心的3大指标，包括不动产的放款集中度、不动产放款的有价，也个非不动产放款占总放款的比重，希望会让降低不动产贷款的总量。同时要求各银行伫咧这个月底进行爱交改善报告。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家庭，他们还是有买房的需求，但是呢，这些政策如果造成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透过银行取得贷款。那这个呢，其实对他们未来一生的发展，可能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些影响。不过，这波不动产的减杠令实施的效果不如预期。总马团讲，9月19日，央行要开理监事会，可能会再再提出第7波的房市管制措施。对此，央行表示，若有新的措施会伫咧理监事会上提出。换屋族来说是首当其冲，因为贷款虽然还是有机会贷到，但是是相对麻烦，而且成数可能会受到限制，所以呢，换屋族可能在这个时候会减缓他的脚步。全国讲，这边的不动产减杠令，恐惊对有售厝的市场，本来手头资金就真多，高资产族群也个建商影响无大，反倒是对迄寡家己要买厝来住的民众影响上大。记者综合报道。28年前，桃园鼓山发生一桩伤尸命案，这总是总算破案啊。不过，这规个案件是已经超过追诉期，4个嫌犯不起诉处分。
产业道路顶悬白石机车来来去去。28年前，桃园龟山体育大学后边一片竹林发生离奇弃尸案件。住伫附近单线新上区，当年厝边护理人吴德顺承闻着臭味，发现边坎有插箱流出头毛，赶紧发现斗阵登去现场看，结果大家发现箱仔内底装的是人，惊到是赶紧报案。因为伊迄倒流仔吼，喙开开变遐大孔，我是讲啊人哪有喙遐大个，撞一下落来啊，卷起来，显为正经人，害我安尼惊开半年啊。这弃尸立案检警这前年来一直找无突破点，一直到去年这证人姓陆的查甫人自称良心不安，向警方告发了后，重体调查发现，死者的凶手拢是树林人。代志发生起是姓区的死者追究诉招姓陆的查甫人的妈妈，姓简的查甫人等人约死者但判无成功，爆发冲突，提救棍啊拍死者重伤，将伊装入去布袋戏红的插箱弃尸。本分局接获证人举报，立即进行追查，并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将简姓祖贤等4人全部查缉到案。这案件伫中起了，经过检警专案小组1年外追查，最近总算破案，锁定4人涉案。不过，专案已经过追诉期，无起诉处分，涉嫌犯有2人已经死亡。检警表示，侦破弃尸领案也是迟来正义，强调继续针对长期爆破重要案件深入调查，维护社会治安。记者综合报道。一礼拜四，行政院会处理明年度的中央总预算，其中是会编194亿来予公教的退付基金。不过，今日全国教师工会就去行政院门口抗议，理事长侯俊良阁宣布讲，伊要唔接抗议，因为因认为讲这退付基金的预算有问题，拨无够金额。我决死！我决死！我抗议！我抗议！在这么热的天气，坐在行政院头前，全教总理事长侯俊良宣布绝食抗议。为的是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特别伫最近定案，关系公教人员权益的公教退付基金报补，编列新台票194亿。全教总要求行政应该依照10年精算报补退付基金。我们如果用10年拨补，公教人员、公务人员应该是每年194亿，那教育人员是123亿。分10年，每一年就是317亿，那10年总共就是付出3170亿。全教总指出，分10年半补的数字，要比分10年半补的数字加出720亿，所以选择10年来完成半补，这是对政府财务支出上有利的方案。行政院是回应，甲113年度所编列100亿比起来，公教各50亿，114年度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在114年度在拨补这个退抚基金的部分呢，已经编列了194亿，跟在113就是今年度来讲的话，也都有比较大幅的增加。院里面应该都是相当重视这件事情。114年度共120亿到74亿，总编列194亿。全教总这2年来呼吁行政院唔通轻视民气，都惊公教人员各拄到支出理解。伫行政院无重视民气进程，理事长侯俊良会继续用绝食表达沉重的抗议。记者综合报道。过去民众若是要申请病历，拢爱往回病院2-3届，而且搁要等1礼拜才摕到资料。即阵阿东病院就带头启动线顶申请平台，唔免出门就会当申请病历。为何保持安生，未来要甲这套系统推广到全国的病院？用自然人凭证，或者是身份证字号加上健保卡号，确认身份了后，搁点选病院的名，搁用信用卡刷顶付钱，就用伫厝一站式完成病历申请。毋若省民众时间，严降低病院人力成本。阿东病院伫卫福部协助之下，是全国头一间，伫今年7月正式启动病历刷顶申请平台。经由线上申请的方式，它可以及时缴费，它可以追踪进度，而且可以取得电子化的病历。需要申请一些资料的时候，其实就比较麻烦。那如果说现在这样的话，应该会便利很多。
阿南病院表示，过去民众申请病历，爱亲身到病院临柜，或者是重新挂号来往病院2到3摆，等的时间差不多5到7天。按过即马用线顶申办，免出门，免排队。病院就会将门诊病历、出院的病历、手术记录等全部寄到民众电子信箱。卫福部阁进一步透露，未来这套病历申请医化作业系统，已将推广到全国各病院。我们第2步想要做更大的计划，就是说要类似像书同文、车同轨一样，就各家医院呢透过一个资料中台来做转换。阿东病指出，自从病台上线了后，到8月19为止，已经超过50位民众成功申请病历，总共申请116份电子病历。满意度超过90%，卫福部强调，按算2-3年来，将各病院作业系统结合，和各病院病历用互通运用，那全面提悬医疗服务，方便民众转院，也兼顾环保的理念。记者综合报道。青少年伫咧面对考试、家庭也是交朋友的问题时阵，恐惊是心情郁卒痛苦。为着关心这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台北市政府就甲民间团体合作，伫咧各中甲各小开心理健康的课程。中大少年中心的学生伫台顶雕建一条活泼的舞蹈，来鼓励青少年会当甲因同款有活力。为着要改善青少年面对压力郁卒的心理状况，1007甲台北市政府合作，提供各校各中的学生心理咨商的课程，甲心理健康的课程早入校园。有4大主题，第一个呢是情绪的认识以及管理，第2个则是如何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第3个是人际之间的关心以及互动，第4个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设定一个理想和目标。根据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的统计，伫112年拢总接收到1640个企图自杀的通报，其中前3名的原因是因为忧郁症、家庭问题、甲功课压力。为着要改善学生的心理问题，台北市政府希望对家长、老师、领母做起，提供因学习情绪管理的课程。不仅对于孩子、对教育者、对照顾者也一样，给予相关的心理咨商、专业的情绪认知课程，那涵盖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包括我们儿少服务据点的社工，也包括我们居家服务的保姆。基金会表示，这摆因有甲社会局、教育局、青年局合作，除了甲心理健康的课程早入校园，若是有学生拄着郁卒、痛苦的心理状况，只要联络课程老师，因嘛会提供因心理咨商的服务，鼓励青少年活泼、自信、有活力的面对每一天。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特拉维夫昨暗时发生爆炸案，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这死者是一个爆炸弹嫌犯。以色列当局是已经把这个案件列作恐怖攻击。哈马斯甲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嘛已经承认犯案。以色列警方是已经提升安全戒备。咱台湾驻以色列的代表处嘛发公告，提醒侨胞都要注意安全。无远的所在听到爆炸的声音，也有火光。以色列第2大城特拉维夫19发生一件汽车爆炸案，造成车顶一个查甫人死亡，一共就位经过民众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局甲警方联合调查，确定是恐怖攻击，是死伫车内这个查甫人引爆的。אנחנו יודעים שהגופה המרוטשת היא לא של אזרח תמים שעבר, אלא זה שנסע עליו את המטען. האם זה פלילי ופח"עי? מוקדם להגיד. יש לנו קושי כרגע בלזהות את האדם. 哈马斯甲巴勒斯坦圣战组织讲，这件自杀炸弹事件是因所策划，也讲以后会发动国家级自杀炸弹攻击，来保护以色列国防军伫加沙走动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警方已经提升安全警戒，咱国驻以色列代表处也发公告，提醒侨胞注意安全，以下冲突正歹化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开战以来第9遍访问以色列，伫耶路撒冷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进行3点钟的会谈了，以色列答应支持这项化解停火意见分歧的过渡提案。It's now incumbent on Hamas to do the same, and then the parties, with the help of the mediators, the United States, Egypt, and Qatar, have to come together and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reaching clear understandings about how they'll implement the commitments. 布林肯也讲，以一个大型要派高阶的谈判代表去卡达或者是埃及，和这项提案会当加速进行，时间正案要赶紧做。和哈马斯了解连接，因的家属伫会场外口示威，叫布林肯尽一切可能达成协议。 Unfortunately for u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s not doing its best. It's dragging its feet. It's torpedoing its own initiative, all because of political gains. And we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for putting this effort on the both parties. 以下冲突已经造成超过4万人死亡，双方虽然不伫咧11个停火，并且交换连接，但5尾啊谈判就卡掉的，到即嘛还有110个位连接被关啊。 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译。美国甲南韩展开始联合军演11天，要提升这合作防守的能力，反制北韩的核武器威胁。因为这是美韩24年来上大的联合军演，北韩就丢卡当地，美国这场演习根本就是咧起诉空。 呢度联合军演以及自由后盾19透早开始正式展开，为期11日，按算到29结束。这几年战争形态愈来愈多元。南韩总统尹锡悦伫国安会议强调，这摆演习主要伫审视政府面对紧急情况的准备计划，搁加强战时作战轨道甲执行总体国防战略的能力。 이번 연습은 북한의 회색지대 및 군사적 복합 도발, 국가 중요 시설 타격을 비롯한 다양한 위기 상황을 상정하여 이에 대응하는 통합적 절차를 숙달하는 데 중점을 둘 것입니다. 今年以及自由后盾联合军演是2000年以来上大规模军演期间会举行48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包含野战演习、实弹射击甲两栖演习，比去年增加10摆。 用陆作战机进行训练，也为4摆增加到17摆。韩美空军也第一摆连续5天无停进行掌握制空权训练，双方拢出动各种战机参加。第一摆举行演练有政府单位面对北韩核攻击进行避难演练，按算有4000个机关单位，58万人参加。第二下晡也举行全国演习，20分钟的民间防卫训练，甲台湾万安演习同款，用化作部飞弹等空袭的民间训练。 这标语发口后，南韩民间团体朝鲜和平统一团结组织19日青霞台附近示威，呼吁停止加重核对抗加反对造成战争危机的演习。 한미 확장 억제 강화와 한미일 동맹 구축이 가속화되고 있는 상황에서 진행되는 이번 을지 자유방패 연습은 한반도와 동북아에서 핵대결과 전쟁의 길을 조장하게 될 것입니다. 昨天韩美军演举行时阵，北韩20透早个传出士兵叛徒，整过两韩分界线到江原道北部高城关的陆军第22步兵所投诚。这是为8月初一北韩居民伫黄海穿过分界线到南韩仁川游动岛了后，不到2礼拜内，佫传出有人脱北。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 墨西哥联邦法院的员工对昨开始无限期罢工，主要是要反对这民选法官掌握司法贷款等等改革。不过，和面徛对头的总统欧布拉多就表示，这个本地高等法院的法官拢贪污，干那个这有钱有势的人，对人民根本就无要无紧。 联邦法院法官是做伙伫首都墨西哥城的圣拉扎罗立法宫外，甲标记举甲真悬，顶悬写讲咱是宪法的代言人。做法官毋是靠人气，白菜是讲煞卖，司法机关才实在。法院的员工甲几个出入口拢锁条，表示讲总统欧布拉多提出的改革会威胁到因做工课的条件、福利含薪水，嘛互法官、法院的员工较早累积的经验含升迁制度拢学有去。若真正互民选法官取代，到时真侪法官为了保因的工课。 La conclusión es llevémoslo a una elección popular. Eso es absurdo. No podríamos, en principio, no podríamos establecer que la elección popular. 欧布拉多和高等法院的法官是定冲突，法官会甲伊提倡议查落来。欧布拉多是定口说讲因拢贪污，敢若听有钱有势的人的话，我去做反体评。但伊政府嘛，甲真侪法定的案件黑白母才杀互法官。Nosotros estamos en contra de la corrupción y de los privilegios. Y hay corrupción y hay privilegios en el Poder Judicial y los trabajadores lo saben.
9月30就要卸任的欧布拉多，登炮白德国家己上尾一条政治遗产。这摆出手的改革是允准任何有法律的学位、有过几年律师经验的人，就会当当选法官。嘛，因为伊的国家复兴运动党伫最近的选举有优势，到时当选法官的人有可能会较活伊的继任者和政府。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食酒赛车害着别人嘛，害着家己。不过，煞是有一寡人成功的讲有听，但发个发袂惊。台南漳就有民众食酒赛车弄着青红灯，高雄昨日嘛有民众食酒去互警方抓着，搁伫咧原地伫遐跳来跳去，忙赶紧退酒。这两件代志拢已经去防以公共危险罪来上班，而且。医师阁警告讲，这管到时阵，较伫咱咧运动退酒的行为根本就无效，阁有可能会造成脱水的风险。监视画面当中，轿车无减速向路边豪掷弄去。台南一个男性10到半暝经过永康中山南路甲永兴路口的时阵，酒驾自弄，然后阁想要行路离开，互到场的警察抓落来。被员警带回依法实施酒测，经测试后超过标准值。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办。唔拿台南高雄这个一直跳袂煞的男性，同款嘛是酒后上路，因为无拍方向灯，就切入去车道，搁红灯回转，互警方抓落来，竟然想要靠运动流汗来退酒。你要小可运动一下呢哦？对啊。经实施酒精浓度检测，酒测值能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遭逮捕送办。男性跳伞了，酒测也是超标，以公共危险罪上班。医师警告，有运动习惯的人，肝脏代谢会较紧，但差别无大。若想要靠临时运动来退酒，颠倒有危害。喝酒的时候，你的心血管的系统是不稳定的，那你的运动会让你的血压上升，流汗的时候会面临一个脱水以及电解质流失的一个风险。那临时的这个运动并不会让你的酒精代谢的速度变快一点。医师表示，一般人平均1点钟会使代谢10克酒精，但整体代谢速度会因为个人的体质、酒精啉的量等状况无同。建议啉酒了应该等至少10点钟以上才搁上路，以免酒驾害人害己。记者台南高雄报道。云林市乌漳半暝发生大车祸，有一台连接来的车头，唔知是啥物原因，并车变形，造成在车顶的3个人掉在内底。云林县的消防局出动10外消防人员去救人，用3点钟才把人救出来。不过也是有2个人救无回来，一个人目前也搁重伤。一台连接车的车头，19号暗时将近12点，经过云林4号第17线和文化路路口，看唔知什么原因弄到转冰车，造成3个人受困在车内。警消接到通报后，赶到现场来抢救。都是气爆的啦！讲你厝咧变一声做无声的，我来来看看啊！我你迄台火车底啊，你无看到？哦，就是火车底啊。车上经查看之后，然后首先发现第1名伤者，然后那没有意识，然后经过抢救之后，先把第1名伤者救出，然后后续又发现还有2名伤者。相对表示，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连接车的车头严重变形，紧急征调民间吊车和破坏器材来协助，开车电话警将受困的3名人拢救出来，其中2个人无意识，1人重伤，3号邻近的病院来急救。不明原因擦撞路旁民宅及电杆后，翻覆在台17线与文化路口，车体严重变形，造成车内驾驶及乘客2死1伤，肇事原因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警方讲，这件重大车祸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经初步了解，连接车头唔知什么原因先弄到民宅和电火条并过，但发生的详细事故原因，阁需要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记者用云报道。宜兰市内务桥最近是搭营架咧做油菜工程，不过将这营架说是向落来，佮断过对向的车道，击到过路的车，好佳在是无人伤亡。赛车要经过宜兰市内务桥，看到头前的营架规个绑来，车赶紧停来，唔敢过。在吊车在吊。这个是太可怕了。你那个有人受伤吗？代志发生伫咧19早起8点，大家要上班的时阵，迄当阵落来营架过断到对向车道，去喊到一台经过轿车，车身冒起玻璃破去。车顶的人讲真恐怖，拄到这种代志有够惨。
来到现场看到表面复杂的烟架焊做一空，工人正伫咧修理。内务桥是一座钢索双线拱桥，公路桥最近顺着内务桥的拱形塔进行涂铁山油漆的工程，敢若是挖桥中的烟架拔无好势，才会发生落来意外。那这一阵子状况不断，自从施工之后因为有发生车祸，有死亡车祸，我们里面是每次经过这边，觉得对这个桥梁的这种架设我觉得心理负担算蛮大的。在第一时间，我们也对厂商来做开罚的一个动作，同时我们也要求厂商立即把工地再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视。地方是讲，内务桥施工了，不是头一遍发生意外，总共是真多，进前就捌发生过死亡车祸，有真多经过民众心内拢惊惊。公路桥是讲，有甲被焊到的车主联络到，会负责赔偿，也会罚施工厂商，同时要求爱对工地做全面的检视，袂当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团队为着互更较侪民众了解无同的宫庙文化，是透过家己做的桌仔耍，互民众用趣味的方式来了解这民间的信仰，互大家更较有兴趣。学生囡仔诚心跋杯，因毋是伫咧宫庙问神，原来是伫咧演桌仔耍。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角色，桌仔耍的牌仔有新明星、小妈祖，阁有跋炉主，也阁有无共的道具卡。这套众神之门的桌仔耍是中山大学经过4档音庙调查了后的设计，游戏计将甲高雄4间音庙做结合，拜庙的仪式甲民俗活动拢甲做伙，民众透过以桌仔就会当认捌音庙的历史甲特殊的科技。我希望透过这种较活泼的形式，互咱的玩家更加亲近，更加认捌咱的音庙的文化。不一定讲爱随亲近，不过认捌认识咱的音庙是化解这种陌生感的第一步。咱会当行入这个庙宇内底，咱看讲咱逐个庙伊内底所隐藏的故事。伊的人文伫咧倒位？这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所开的课，罗景文副教授嘛表示，为着激发学生囡仔心内行行，伊的课程嘛会先了解音庙的文化甲拜庙的礼俗。不过，接落来开始实地调查了后，才发现研究音庙是困难重重。音庙伊的过去的历史啊，大家无啥了解。毋若无啥了解，大家阁无想要去吸，所以变成讲伊有两重的困扰，就是无了解伊的人物、伊的历史。这套音庙的桌仔耍，毋那是学生囡仔研究的成果。罗景文嘛寄望未来会当甲桌仔耍提起宫庙甲信徒做互动，透过耍游戏，嘛会当提起大家台湾的民间信仰，较很得人提起的部分。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中华有歌戏团是办营队，互囡仔学唱歌戏，甲基本的脚步手路。落尾是就台半人生的头一场歌戏，这参加的学生囡仔拢感觉真趣味。精彩的出场，当然唱歌戏嘛无问题。伫舞台顶搬改编的歌戏古册戏，用白风挂水，大家演员看起来拢真有班，但其实因拢是头摆搬歌戏。中华有歌戏团举办演习营，互囡仔人学歌戏的基本脚步手路，安怎练脚本，阁有花椒盐、北风调才会变调啊。基本上就是咱一定有拉三棒。搁来就是左右云手，搁有一寡基本的，比如讲咱的唱仔有剑指啊、莲花指啊、观音指啊，搁有掌甲棍，这做基础的物件拢一定会教。3天的演习营，最后互学员上台演出，验收成果，会当抹粉穿戏服。虽望囡仔人拢真欢喜，但是体验过嘛才了解，戏棚顶1天，戏棚骹3天的辛苦。穿这衫足热的，化这妆，要食物件啉水着，很困难，真好耍，后摆搁来。歌戏的台语的用词会甲咱平常时较无共款，所以爱搁较认真咧去练习去注意。
主办单位表示，歌戏伫台湾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举办见识营，除了要让囡仔了解这项本土的剧情，透过上台表演，也当培养因的自信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真侪地号名也是站名，无论是台语也是客语咧放送的时阵，常常出现无照地方的腔口，也是讲毋对情形。最近监察院煞是按算讲要推出审查机制，建立法院音的基本。去防即支讲，若是安尼做，对个法院强制统一，失去在地特色。有台语团体就望政府是爱尊重保留地方的腔口差。南海群体。最近监察院传出讲，为着要互大众运输业者在报本土语言的站名公布等等，避免讲毋对，拍算研究一套建本含审音机制。实际上，2019年教育部早就委托台大地理系做以本土语言标注台湾地名计划。因的研究团队实践去到各地调查，嘛请专家来审查确定发音。嘛参与过审音的学者认为，若是政府有影要建立审音机制嘛，应当积极运用现有的学术资源。伫咧使用上，特别是咧地名还是人名的时阵呢，一定是爱尊重迄个腔口无问题。所以毋免特别统一，而且无共腔口，毋是无共语言，无共腔口的人，讲无共腔口，共一个语言人，也是会当沟通的。另外，有无语团体嘛指出讲，大众运输在用本土语言报站名、地名的时，侪拢无照地方的腔口，甚至嘛有讲毋对的情形。这个问题已经几若年了，若阵政府有要重视这件代志，因呼吁地名除了爱尊重地方的讲法，嘛强调地号名的文书价值。比如讲罗东，咱感觉是啥物所在的东边，其实毋是，伊是就是讲白毛话的罗东，伊是即个高的意思。所以讲地名有正确的念法，看起来是哪像咱呼一个名尔，但是实际上伊是咱人甲咱土地真重要的一个连结。针对这套建本含审音的机制，在维护语言腔口的多元性议题上引起真侪讨论。监察院表示，根据监察法第26条，调查定位案件因袂使公开到规个结束了后，才会对外说明。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咱台湾霹雳舞的国手孙静，伫咧巴黎奥运结束了后，是去荷兰参加大赛 IBE 国际嘻哈舞蹈节。伫咧团体赛是拍入配强，个人赛甚至是冲入决赛，摕到亚军，又阁是破咱台湾的新纪录。缀着音乐脚步有时紧有时慢，孙正看起来是真轻松，也毋过大风车一出来，甲你讲是无咧讲算笑。伫咧决赛拄到的好手是哥伦比亚的 Alvin， 嘛是真厉害，因为顶届伫咧6月布达佩斯的奥运资格赛，就是互孙正来拍掉。宣布赢的时阵，虽然孙正的手无互人举起来，也毋过伊是真大方来恭喜 Alvin， 嘛感觉同时间参加团体个人的2个人拢尽力啦。我们没有用很杀戮的方式来 battle， 我们是有点 having fun， 我就是来有点像是传递我今天跳舞的情感。孙正讲，虽然有一寡怪物奥运了后无来比，也毋过 IBE 是有全球各地320位选手，确定要比决赛时阵嘛有想到，讲爱创作历史，煞嘛因为有这款的想法，颠倒决赛的表现无正经遐尼好。心理素质的训练跟建立吧，就是我可能要相对的再更轻松一点，再更纯粹一点，像前几轮一样。只能说可惜咯，但是我觉得我这一次又证明了，就是不是只有奥运我可以进16强，就是 IBE 我也可以打到 final， 就是算是有证明一个，我们真的不是来玩的。孙正是真欢喜，讲毋是来佚佗的，而且家己比奥运的时阵更加强，有成长改变的感觉。所落来，阁要甲所属的舞团的朋友，阁参加2场，嘛是全球指标性霹雳舞文化比赛，伫欧洲有好表现。记者综合报道。由于咱台湾中南部地区跟外岛是会落地暂雨，而且雨可能是会真大阵。中昼过后，北部、东北部地区也有其他山区是会落雷公雨。尤其是到明仔载的时阵，这个地头是侪云到好天。中昼过后，北部、东北部甲山区有缘是会继续落雷公雨。提醒民众若是要出门，就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咱即阵来看各地头的天气详细状况。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
中部地区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28度到33度，东部地区30度到34度，外岛地区28度到31度。再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公视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我到小金门拄啊开始咧做医官，就接到一个叫做雷霆演习，就是讲有兵啊走路伫前线，一日内底一定要抓出来，无管死活。迄阵查某囡仔全部爱编入民防的自卫队，包括你的摩托车，拢爱管制，甚至金门阿哥叫做民防建岛村。下礼拜二暗时9点，请收看公视台几台，这是台湾款。在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之下，真侪发达的国家都面临欠工困境。日本因为真欠劳动力，应改变民族的立场，积极放任外国劳工政策。台湾青年人力无够，甚至是国安问题的挑战。越南加速人力输出的大国，因的政策甲附近的国家有真密切的关系。下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